耶嘿，大家晚上好！第1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来到大决赛了。好，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我们先轻松一下，我们欢迎一对全国最年轻的姐妹花，2个人加起来不到200岁，哇，这笑脸呢哦，给您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青春恋》，来，掌声欢迎林如萍、许琼芳。谢谢如萍，还有琼芳，马上欢迎浩浩，给您带来歌声满天下。莫阁想啊，上歹心衫寄来换。莫阁讲啊，做阵来去拼一摊。
莫搁闹啊，电话关机你上大。莫搁惊啊，新闻看到头会疼。莫搁闪啊，我来陪你，你陪我。掌声鼓励，今夜的歌声满天下。莫搁唱啊，大家讲加唱一半。好歌遐多，上点的拢不管啦。闹热的音乐声，永远是咱的伴。快乐爱趁金夜，天落来嘛不惊。莫搁乱啊！脚金来插一脚，唱歌的人拢共名，叫做开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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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莫搁惊啊，上歹新衫仔来换。莫搁想啊，做阵来去拼一摊。莫搁讲啊，电话关机你上大。莫搁闹啊，新闻看到头会疼。莫搁闪啊，我来陪你，你陪我。掌声鼓励，今夜的歌声满天下。莫搁唱啊，大家讲加唱一段。好歌遐多，上点的拢不管啦。闹热的音乐声，永远是咱的伴。快乐爱趁金夜，天落来嘛不惊。莫搁乱啊！脚紧来插一脚，唱歌的人拢共名，叫做开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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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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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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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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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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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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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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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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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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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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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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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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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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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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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节目主持人陈建斌大哥。谢谢浩浩。哎，大家晚上好！哇，紧张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第一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1终于来到大决赛了。这是由陈建斌工作室所主办，那么协办呢是新加坡艺人工会，那制作是 With Media Production。我们非常谢谢立新网络直播台的鼎力支持，谢谢陈志伟先生。那么同时，全场赞助人当然是最重要，我们的靠山 Mr. 林顺福林阿伯先生哈。那还有产品啊，不是产品，是奖品的赞助，我们要谢谢 Dealing Trading、My Digital Law， 还有潘秀霞老师。那么我本人是节目的总策划，那节目总监是张雄。那当然，这个全场伴奏，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新加坡最优秀的一支乐队，就是旅者大乐队。
OK， 我们现在呢，在网上常常玩什么关键词？那我们这次比赛的关键人物就是 Mr. Lim Ah Boy 林顺福老板。好，我们先请他出场，在大决赛跟我们讲几句鼓励的话，好不好？来，林老板。谢谢。哇，谢谢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哇，你西装如来如有型呢，啊。我某去准备的。哦，你也某给你备。我某准备。哎，有准备是不一样，你看穿起来人模人样啊，偌handsome的，你看。不呀，那是退休了啦。等主办这个节目，今晚要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才有这么好的成绩，这么成功的举办这场歌唱比赛。第二呢，要谢谢所有的赞助商，对，一直来 support 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举办到这么成功。是，呀。第三个的就是你了，不过你的还没有了。没有，第三个应该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们整场比赛，真的。我们线上的朋友刷起这个掌声来谢谢林麻伯先生，谢，不是他出钱出力，我们这场比赛是不可能举行的。好，谢谢你。哎，谢谢。琼芳说哈，这10场哦，这2、3个月的生活费啊，不是因为你啊，他也过不下去，他要申请政府津贴了。没有，你们也是很多节目在做了哦，这个不要夸张啊。他说可以不可以做你的小三呢？哇，老婆钱多不用紧哎，老婆不能多啊！对，钱多不用紧，对，累偌济唔要紧，对家无人下无险啊，莫做到头条啊，莫做头条。讲了有理，讲了。不要哦。那对我们的参赛者有什么鼓励的话吗？哇，很特别。我看2、3个年轻人哦，都进决赛，都是实力相当雄厚了。所以今晚每个人都要守在Facebook旁边看一看，因为今晚有太多的惊喜了。对，今晚有太多的惊喜。是啊，等一下就由陈大哥向你们介绍。是的 ，OK， 谢谢林老板，谢谢，感恩，谢谢。好，在比赛之前呢，我们要先看看这一次进入大决赛的参赛者可以获得怎么样的奖金奖品。冠军现金3888是由林阿伯赞助的哈，然后价值1399的瓦苏卡卡拉 OK 音响系统是丢兄赞助，还有 MyDigital 赞助数码锁，还有潘秋霞老师赞助1600元的太和池健康水仪，以及水晶讲座一杯不是水晶奖杯一座，什么讲座一杯了，要喝酒了是吧？水晶奖杯一座。OK， 亚军是现金2888元，价值799的无线麦克风系统，加上数码锁，加上1600元的太和池健康水仪，以及水晶奖杯一座。季军是现金1888元，价值599的无线麦克风系统，加上数码锁，加上1600元的太和池健康水仪一台，以及水晶奖杯一座。至于7份安慰奖，就是各得现金400元，以及价值300元的有线麦克风，加上水晶奖杯一座。好，这就是进入大决赛可以获得奖金跟奖品了。好的 ，OK， 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介绍我们的评判啦，对不对？没有评判谁来把关？我们这次的评判有扩大阵容哦，哈哈。首先介绍我们本地的3位评判，依旧是3个加起来没有超过300岁，很年轻。许琼芳、林如萍、浩浩。真好笑啦！大家晚上好。哇，安尼不知不觉来到那大决赛。我跟你讲，既然是福建歌的歌唱比赛，所以我决定今仔日暗暝70%用福建话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跟阮指挥同款来做一下评判。
啊，咱歌唱比赛有输有赢嘛，吼、所有的参赛者，恁人拢总敢赢，阮3个输就好，啊，还是无可能的。差一步尔，差一步尔，加油，用心唱，骨力唱，举奖搁举奖 ，OK？ 哇，你琼芳今日你兴奋，那食到什么药啊？我今日来就是足福气的，所以我真欢喜。OK， 卢平看那个有淡薄背打鼾啊。无啦，你咪讲咯，对无啊？因为今日咱来到大决赛吼，就是讲咱所有的参赛的歌手吼，哇，拢总是要摕出伊的本领，看家本领的哈。所以以后呢，鹿死谁手，花落谁家，不只是看我们3位哦，等一下还有3位更大牌的、更高辣的哦，等一下给你们介绍。好的，好，我要讲的话，以上2位前辈拢已经讲完啊，所以呢，我要甲所有选手讲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新加坡不要讲加油咧，加油就是笨蛋。没安错，没讲加油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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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怕他们真的跑去加油站加油哎。谢谢大家，跟他努力努力哦，谢谢。OK， 好 ，OK， 除了3位本地评判之外，我们也请了马来西亚的一位冠军歌王，歌坛一哥庄学忠。大家好，学忠你好。你好，建斌兄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您答应拔刀相助啊！哪里？我今天都没有带刀来。马来西亚疫情怎么样？非常的严峻，而且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里头都不敢出外。是。好。所以今天也要谢谢你了，因为我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开工啊，然后今天是第1次开工啊，感谢你啊。呀不，真的，你过去那几10年赚的不算了哈。那个赚的是，存下来慢慢花嘛。是，听说整个八达岭夹压都是你买下来。哦，没那么夸张。OK， 好，非常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好 ，OK， 我们把镜头搬到台湾，嘿嘿嘿。我们非常荣幸，请到超级红人榜的导师，目前最红的闽南语歌曲《切切的》的原唱者李明阳老师。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你好，我已经被你笑到我整个肚子痛了，你知道吗？哇，你那个开场太好玩了，感谢您答应来做我们的评审啊。哇，这是我的荣幸，哇，这个真的是太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选手，你们真的太幸运了，不止新加坡地区可以看得到，现在是全球，包括台湾所有的人都会锁定这个网络来看，所以你们今天要好好的掌握你们自己的这个歌声，好好的开心快乐的把这个水准发挥出来，好不好？一定要加油哦。是李老师最近呢都很忙，因为只要世界各地的有人唱他的歌，他都会出现在那边哦，给一点评语啊，给他鼓励啊，有没有？哎呀，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也很感恩大家哦对这个《切切的》这首歌的支持。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这次就希望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全世界的疫情都把它切切的。所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歌名来鼓励大家做好防疫、戴口罩、勤洗手的动作。谢谢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把关工作就麻烦您这个劳心劳力了哈。应该的，加油加油！好，加油！我绝对不会客气哦，绝对不会客气哦，要加油！谢谢李老师。好，接下来要介绍第3位海外评判。就是我的30多年的老朋友，台湾著名资深艺人小亮哥。大家好，我是小亮哥啊，也是建斌大哥哈，30几年的好朋友啊，真欢喜啊，受到邀请来当做这个歌唱的评审啊。凭良心讲吼，这我唔是歌车吼，只是讲我定来听。耳仔定来听，
后摆哈听大概听真济啊，所以真还可以的啊，真了解。我会很公平公正因为那个选手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所以我不会放水的。谢谢建平大哥哈。这个平岭几十年，40-50年了，从童星开始，第5-6届的经验，您当评审是绰绰有余了。哎呀，谢谢。我有一摆机会跟新加坡的朋友让共同那个在场的评审都是好朋友嘛包括浩啦、琼芳姐啦、如萍姐啦李明阳大哥啦，都是老友了我们会很公平的跟大家好好评判一下呢你真客气，佫叫李明阳大哥，你会使做也这个啦。我叫你大哥，我唔知系少年，人咧叫刘福柱都叫小刘的嘞。OK， 好，谢谢小亮哥，好，麻烦您伤脑筋一下哈。好，我们的评分标准我们也讲一下：歌唱技巧25分，音准、节奏、咬字25分，感情处理25分，舞台魅力25分，总共100分。好的，那么现在比赛开始，马上欢迎编号1凯恩参赛歌曲《爱情芦丹》。爱情若是吹有落单，我的心就袂正乱。每一暗深受做梦，为你痴情迷乱，这段情。正遗憾，幸福路途遐尼遥远，无奈爱情的落单，无奈也着甘愿，无奈哪会只负悲。无法为情为爱做憨人。爱情若是吹有落单，我的心就袂正乱。每一暗深受做梦，为你痴情迷乱，这段情。正遗憾，幸福路途遐尼遥远，无奈爱情的落单，无奈也着甘愿，无奈哪会只负悲。无法为情为爱做憨人，无奈爱情的落单，无
难，哪会一副病无烦，为情为爱做憨人。谢谢。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最后这个下跪的是跪谁呢？其实是跪我自己了。啊，跪你自己啊？对呀、对呀、你讨卡派啊？为什么会跪你自己呢？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爱情的落单是在解释这个爱情经历的那种落单呢。所以就是，其实仿佛也是再想想一下，自己嘛是一个工人咯。自己是一个什么工人啊？工人对。哦，就是查某爱你，有女人追你，你不敢接受，还是错过？对，因为我本身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一路以来我是比较害羞的那一种。害羞。对。所以你觉得你错过了很多段的爱情啊？所以现在你要跪下来，就是跪你自己，就责备你自己了。对。就错过很多其实很好的查某囡啊哈，你都没有去好好珍惜。对啊，因为仿佛一下也就这30多年了。好，这个不要紧。错过那些年轻的，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许琼芳啊，也是单身啊。也是在考虑。你为什么不讲黄碧华还二姑嘞？OK， 好吧，今仔日请了个别派，好像那种同乐队的啊。这个好，同乐队的指挥，来我们今天讲评第一个歌手的讲评是3位本地的评判，我们请琼芳先来啊。好的，凯恩试音到今仔日。大决赛伊一路来都是真正平、真正稳的我是输甲伊什么咧？伊的声真清气，非常的干净，无什么杂音嘛。所以呢，家己真正清楚。伊唱一句一句牡丹，什么丹，什么红牡丹，我拢听得清清楚楚，袂歹啦。伊唱牡丹，你听得比红牡丹更讲清清楚楚。你听沙拉了，佫清清楚楚。鱼缸派，鱼缸派啦。所以今仔日有得拼有得拼拼到后边手阁是准踹。这摆唱歌拢会新的白灯用踹的。用踹。OK。凯恩今天选这首歌，就是蔡小虎的歌，对不所以唱了感情有够。只是讲你开始的时阵有点小紧张，第一段的时阵，尤其是中迄个时阵，迄个部分有淡薄小紧张。落来第2段、第3段就 OK 了。这大决赛嘛，所以难免会紧张。我家己讲你各位有够味，唱了。感谢，Thank you。OK， 凯恩，今天呢，我发现你好像从初赛到现在都很喜欢小虎哥的歌曲，对不对？对，蔡小虎的歌所以呢，我觉得你今天的音准啊、节奏方面啊，还有你的感情处理，非常的到位。然后你今天的服装也非常的好看。然后对，加油！谢谢评审，谢谢。所以这个个人的审美观是不一样啊。浩浩说你穿得好看，所以你跟他有共同的审美观你今天的化妆又有点那种吸血僵尸的化妆术有没有一点？因为不用紧兵哥我一路以来都被你说我是怪狼。狼怪狼狼，LANG 狼怪人啊，所以我就干脆做一个怪人，怪一点是吧？好的，对啊，因为仿佛走了这5期了，对呀。祝你怪出一个冠军宝座来，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请。这里我们样是怪狼，
有时是化妆怪，有时候是服装怪，有时候是行为怪。有时候我在走廊那边看他远远走来，他好像人来魂没有来这样。总而言之，是一个怪人。好 ，OK， 接下来我们欢迎编号2吴来德参赛歌曲《人生车站》。来德。Hello， 大家好，我是编号2的吴来德，带来的这首是《人生车站》，谢谢。回家一班又一班，有人北上，有人落人。虽然路途经无同，拢是为着生活在讨赚。花蕊卡水哪有百里红，荣华富贵哪会照心愿。打拼不惊成功早甲晚，人生一站过一站。咸酸苦涩，自己承担。命莫骄傲，事莫怨叹。看你人生选伫倒一站。人生总有变化离合，运道好歹不免操烦。命莫骄傲，事莫怨叹。含淡日头的温暖，你的人。一天又一天，有人怨叹，有人轻松。虽然命运最后无同，拢是为着生活在讨赚。花蕊卡水哪有百里红，荣华富贵哪会照心愿。打拼不惊成功早甲晚，人生一站过一站，咸酸苦涩自己承担。命莫骄傲，事莫怨叹，看你人生选伫倒一站。人生总有变化离合。运道好歹不免操烦，命莫骄傲，事莫怨叹。含淡日头的温暖，你的人。人生一站过一站，咸酸苦涩自己承担。命莫骄傲，事莫怨叹。看你人生选伫倒一站，人生总有变化离合，运道好歹不免操烦。命莫骄傲，事莫怨叹，含淡日头的温暖，你的人。谢谢。哎，你好，来德。哎，你好，陈大哥。哎呀，我一介绍你一出场啊，旁边2个评判呢就跟我说：“按照歌名你卖报福建话啊，人生车站，什么人生车站？人生车站啦，哦，人生车站。那你觉得人生的车站是什么意思？我是在讲，觉得人生的起起落落，然后有赢有输，这些都要看得开。不是说人生就好像一站过一站，也算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子。最后一天就是来到巴士总站了。每个人都会到巴士总站，下车就再也不用再搭了。是，不用再拥挤了。OK， 好，那
不知道是我们故意安排还是不小心安排的。您呢，3位评判都是海外的。哦，这是我的荣幸。好，我们看看第一位马来西亚的评判学忠对你的唱法有什么讲评？学忠，好，莱德你好。你好。其实你唱的这首歌曲哦，它就是描述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的那种悲欢离合，像刚才钱明兄说。一战过一战，你就是一关过一关，过关斩将来到这个大决赛，那种心态啦，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啊。那其实这个歌曲呢，是充满一种自信跟自我激励的一个意境。那其实刚才我听你唱来表现呢，我觉得你在这个你的咬字方面，我觉得你会口型会比较松散了一点点。那因为你口型一松散的话，不够紧实的话。就听起来你那个唱歌好像缺乏了一点自信，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呐。然后刚才我看你在唱的时候，第一段的时候你会稍微比较紧张，然后那个音准是比较飘的第一段，然后进入第二段跟后来在唱副歌的时候就渐入佳境啊，有慢慢恢复比较好的一个境地。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到你这个 key 好像是会稍稍低了一点点。因为这个歌曲其实它整个的那个旋律的张力没有太大了，那如果你这个 key 再稍微高半个 key 的话，我觉得你把那个声音能够再更响亮的发出来的话，我觉得会给人家感觉更好。因为这个歌曲主要这个取胜的地方就是在声音跟那个自信的表现，所以这个是最重的因素。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加油，继续的改善，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学忠，谢谢。好，老师的话要记住了哈。OK， 我们把镜头转到台湾，小亮哥，到您了。好，谢谢莱德兄，你好啊。这个我的看法意见就比较不同的这个你的台风的稳健度我是达到满分台风稳健度，包括你的穿着打扮，还有你的笑容唱歌的那种。好像人生车站每一站你都好像很轻松过了，没有那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很轻松的可以把每一关都过好。那台风啦，还有你的唱歌的稳健度这个各方面我觉得都是不错的而且很轻松，而且尤其你的穿着打扮也是感觉到很清爽很 gentleman 的感觉。那么歌唱的技巧当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我觉得当然比赛嘛都会紧张一点，在第一趴都会的。可是你的第二段到后面的尾段，整个的尾奏来讲都唱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你继续加油，你可能会更好的成绩。好，谢谢。谢谢。是亮哥那边看呢，可能看不出来。他说你的服装不错，看不到你的脚是比较短的所以没有拍到脚的部分。OK， 好，还有一位会不会紧张？是不会。切的原唱者李明阳老师要来喽，李老师。嗨，来，莱德兄你好。你好。哇，刚刚所有的老师都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了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你蛮会挑歌的。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励志歌曲，而且洪荣宏大哥他作少唱这种属于甲对人生的一种鼓励励志的歌。咱励志的歌拢是听叶启田嘛，一时这是这种感觉很就是很坚定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一首歌就是对一个人的一个生活历练，充满了历练的人。他遇过很多困难，可是就像人生车站，一站过一站，艰辛苦涩都免惊。所以，首先我觉得你那个笑容就加分了，就让我们看起来，哇，这个人唱歌很舒服。然后在音准方面呢，也是很稳健。就是说，刚刚我们这个庄老师讲的没有错，这是咬字太松散了。如果能够那个咬字，如果能够在人生一站过一站那种。很那种潇洒洒脱的那种，因为人生经历过很多历境之后，出来呈现的是一种潇洒的感觉，然后带一点笑容，那会非常好。我觉得你的优点很多，就是在咬字上面再去注意一下就好了。
不然的话，我觉得那个分数会更高哦。这是给你一个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那你的基本功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好，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今天的这个很好的分数，加油！谢谢，谢谢林阳老师，谢谢您的讲评。好，怎么样？觉得还是很开心，我学到很多东西。是好，那希望你有机会进入3甲，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的，我们非常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第3位参赛者了。呀，大家会觉得其实每一位都唱得很好呀。那么刚刚2位这个是男生接下来女生我们欢迎编号3的杨玉珍以参赛歌曲《唔通将阮放》。谢谢建斌大哥。心内听。
谢谢。你好，玉珍。大哥好。我们现在都要有安全距离哈。来到了大决赛，心情怎么样？轻松了咯，唱完了。我们知道，其实玉珍跟她的先生2个人呢，都很经常的跟我的旅行团哈。那么我在团里面，他也有参加这个表演，所以我才知道他这么热爱歌唱呀。是的。而且还不知道他闽南语歌唱的这么棒啊。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唱歌给你的大客厅？没有啊，开雷溜给他们听。OK， 来到大决赛，你有没有把握进入3甲？问天哦。问天就是没有把握，好不好？那我们听听评审的讲评是如何的。来，琼芳。为什么每次都有第一个？因为刚才老师好，是你好。哇，刚才看到明阳老师啦、学中老弟啦、小亮哥因为评语哇，拢总足专业的啊，你看。所以我说有惊到呢啊。不过玉珍你没有听我们刚刚前面初赛的时候在讲，要去练气呀，一无你的中气较袂起，因为你的声线会比较弱一点点嘛哈。是的。你讲这条歌，我真歹唱嘞，因为它高音跟低音的地方差真多，所以你会较辛苦淡薄。悬爱足悬，低爱足低啊！你看但是你信心真好啦，家己唱歌 enjoy 家己安尼看，袂歹 ，OK？ 谢谢。琼芳老师的讲评厉害在哪里？厉害在你听不出他对你是好还是坏，听完了还是听不出？OK， 这是悬在其中，好不好？来，我们第2位评判，我们去马来西亚。庄学忠老师，玉珍你好，像刚才我们琼芳姐讲的，其实这首歌啊，真的是它整个的那个音域啊，跟它整个歌曲的一个弹跳的空间，我觉得它是真的蛮大的。这歌曲呢，我觉得如果你在处理情感方面处理好的话，其实它是很好发挥的。但刚才在你演唱的当中呢，比较明显的那个瑕疵，我是觉得在前面进来的是那个部分，类似清唱的那部分有没有？那你有两次重复都一样，就是那个高音，你会比较明显的那个音准有问题，那个是我听到的一个小瑕疵啦。那其实玉珍她的音色真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干净也很亮丽的。当然气魄呢，就像刚才琼芳姐讲的，就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点，所以这个气魄你真的还是要去加强，还是要去训练的哈。那其实情感的这个歌曲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声音好，不只是声音的一种体现，我觉得更多时候呢，情感的传递那更是一种扣人心弦最大的因素。所以在情感的这个控制，轻重音，像在副歌的那个部分，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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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没有？我觉得那个你是其实还可以再抛得更远就是可以再放一点。我觉得那个层次再分明的话，情感加深了，那会加分的。加油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去台湾，请我们的小亮哥来说一说，咱这里玉丁技巧了啥款？好玉丁，不敢当玉丁子你好。其实你的声音很美，声音足好听，足水但是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选歌是很重要，就是说，因为这条歌就拍球很难唱，高低音差很多，那么这个会对一个这个我们平常不是职业唱法的人我们会漏失掉这个换气的地方，就会显出你的气是不足的，你的换气的气是不足的这个可能跟平常的这个练习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丹田的这个练习就是你像建斌大哥的丹田就很有力，你看起来不这样他是丹田很有力量。是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有时候选歌你选到一个高难度的歌，然后气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弱点展现出来，这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你的音是很美的，你的声音很漂亮的，就清气就水听了就很舒服。假如说我们用一般不比赛的时候
光听你唱歌是很舒服的。可是今天是比赛哈，我们就比较挑剔一点哈，但是还是给你加油啊！你的台风也很好啊，笑容也很好。只是刚刚还有一种那个我们庄老师也讲了，你可能在最后的时候，感情个放哦，放了无真水气，你若搁甲放较水气的哦，可能啊去用加放10几摆就会水气啊哈。那这个。也可能他是开玩笑啊，可能早起放伤多了，而且就放多了。谢谢，谢谢小亮哥，谢谢啊。OK 啊，这个评审的讲评也是蛮好玩的哈。对呀，不过没关系啦，已经比过了哈。是的。排名第几不重要，好不好？是。来到决赛，对，就是一个完美的句点。好。对。OK， 开心了。谢谢你。谢谢各位。OK， 哇，很快哦，3位了哈，3位唱了3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第4位，第4位参赛者，他实在是老教，非常有经验的呀。那么旁边其实我一些朋友说，哎，这个会冠军哦，那到底他会不会呢？决战之夜就在于他选的歌是不是冠军歌曲？他唱的歌曲是《月落》，就是月落。我们欢迎编号4张晴雯。谢谢建斌大哥，谢谢。大家好。月落天霜满地，寒风一回啼秋。沉落的凄凉味，夜半汤声打是悲，秋凉萧萧风微微，月手拢笑水边，乌夜流星对明月。旁背景月，嘛伊小弟，珍惜今夜诉情话，目睭萧瑟干一杯，放啊放啊放伤花，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一杯，等啊苦干杯。天霜满天，云沉落的凄凉味。夜半汤声打是悲，秋凉萧萧风微微，月手拢笑水归暝，乌夜流星对明月，旁背景月嘛伊小珍惜今夜诉情话，目睭
手潇洒干一杯，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飞，等啊苦甘飞，过路乌天送满天。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飞，等啊苦甘飞，过路乌天送满天。谢谢。哇，这个直播室有人数限制啊，那我们呢，这个不能太多人进来。对啊，我在门口听什么感觉呢？我的门更长，谢谢。我的那个毛孔啊，全部竖立。竖立。哇，这个歌实在是有穿透力，有感染力。谢谢。呀，谢谢。那到底能不能穿透其他9个人，拿到冠军的宝座呢？这就要看了哈，因为还没有比完嘛，对，还有5位还没唱。不过比到这里呢，我们最兴趣的就是听讲评。来，如萍记啊。好，请问，你唱这首《月老》吼，我爱陪好你，因为你一路来拢是跟这个江蕙的歌来唱，江蕙的歌无贵唱，尤其是这首歌，因为伊的高音甲伊的低音相差并侪，所以当你咧唱低音的时阵吼，有一部分的这个歌词啊，就是会较落，因为可能较低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整首歌哈，你的这个唱法什么。都很好，我觉得都很好啊。就是当然是有小小的瑕疵，可是以你的这个经验看得出哇，老神在在啊，真正在哈，说谢谢，唱得很好，谢谢。老神在在，有备而来。什么叫老师哦？有备而来，而且今天他拿的皮包比较大，是来拿冠军的现金的。没有了，3888。我们的老板全部换成5毛了啊。不是5分吗？5分比较多。你不拿大一点的袋子还装不完。那就肯定要跟如萍姐，还是要跟琼芳姐借了。OK， 来，浩浩，晴雯一路过关斩将到今天的大决赛，我觉得你表现的每一次都相当的让我们有经验呐。谢谢。然后呢，因为这一首歌又是有一些诗词方面、诗句方面的，叫文言文的。对，然后因为我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因为江蕙二姐的演唱会的时候，这一首歌就是她的开场曲，对，很重要。对，我就直接去到台湾看。那因为这个作词人呢，又是李九登，跟我是很好的朋友，对，所以我对这首歌特别有印象，但是要唱这首是属于大歌来的，比较霸气。对，这种大歌哈，要唱这不容易，因为你的声音会比较浑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稍微你的声线都表现得很好，音质都很好，可能在感情方面呢，这个在第一段的时候你稍微没有那么足够，后来B 段之后你就进入状况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要你拿捏的有一点点恰到好处，就是炫技你也炫到了啊，然后呢音质方面你也是达到了，OK， 所以加油，谢谢。你很奇怪的，前面还没有进入状况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有热身前奏才能进入状况。你看建斌大哥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东西了。建斌大哥如果看到漂亮的，都会帮漂亮的多讲几句。什么东西跟唱歌都一样，对不对？第一段一定没有进入状况。那我不敢说，你比较有经验。没有，我没有经验，我们要听李明阳老师来说，好不好？李老师，来，我们去台湾，李明阳老师。李明阳老师你好，建文你好，你好，哇，这个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人，谢谢。一开口啊，就要，等于是说你会挑这一首《月落》，是很想能够把今天的这个冠军拿回家的这种企图心非常强。但是我觉得比赛这样是对的，本来就是要有一点
冒险的精神。我觉得比赛不能都只有在安全哦，对，你还是要有点冒险，然后让我们评审感觉到你的诚意跟你的挑战的那种企图心。即使有一点点瑕疵，那个我们都会觉得，你说一个专业的歌手在台上也会有一点瑕疵，那个叫美丽的错误。好，我觉得这种感觉，对。然后我觉得哦，你像那个这一首歌是我们刚刚浩浩讲的没有错，是九灯老师写的，他有一点寡戏调那种感觉，所以哇，你的 A 段这个尾楼那个，哇，那个真的是唱得太棒了。为了啊，谢谢。那个整个声音是抛得很远的哦，这一个我觉得很少听到人家在前面这一段唱这么好，其实不多。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今天的乐队帮你很多，他前面的那个引导进来的那个古筝，古筝老师在哪里呀？对，那个古筝很棒。今天是谁弹的？原来是老师超棒，原来是 keyboard 弹出来的，夹古筝呢。我真的假的哦，你不要骗我，我觉得那是真的哦，是真的哦。那个小姐应该很漂亮，那么弹古筝。没有，她是有胡子。我觉得这个古筝，哇，这个弹得太棒了，那个整个，然后还有那个董箫啊，哇，那个箫也是帮你加了很多分啊，所以你进来的那个领域是非常好听的。谢谢乐队老师。哦，那所有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技巧方面的这个转音哦。这个没话说，你今天敢挑这个歌来比赛，表示你的转音你是很有自信。就是我要迎合一下刚刚浩浩讲的没有错，我觉得说，在你的技巧还有你的声音的那个尾音啊，尤其那个尾音哦，你也是拉得很漂亮，真的是很穿透很漂亮。但是唯一就是在这个节奏还有你的情感面，那个整个那个情感如果能够再好一点哦，那个这个澎湃经过，那个经过慢小体，那个有一点那种忧郁感伤的感觉。了解。如果比较急，然后随着那个拍子慢慢稳定唱，哇，那是更完美。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们可以再进步的空间，好不好？谢谢。整体上我觉得给你蛮高的评价。太棒了，太棒了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李明阳老师哦。听李老师这么讲，你当然是精英哈，但是可以精益求精，是不是？对对对，所以听了这真是那个怎么说？真的讲出你的对关键所在，对，真的很棒。好，所以来参加就是没有拿到冠军也是值得。没事，想拿冠军，享受那个舞台最重要。想拿冠军吗？不是说想不想，你问10位，想还是不想？想，想就有机会，对不对？你不想就 OK 了，我们可以安排别人拿。不会了，6个评判呢，对不对？所以这场比赛绝对是公正的，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好，谢谢您。谢谢建明大哥，谢谢评审，谢谢所有评审 ，Thank you。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旅者大乐队哈，精彩的伴奏。OK， 好，那每一个歌手我在昨天晚上这个练习的时候啊，我就有看他们选的歌都是高难度的很多啊。那接下来这位也是编号5刘安妮，她的参赛歌曲是《最后列车最后列车》。谢谢。唔是咩？对。说嘞说嘞。さよ那らさよ那ら，夜半冷风当心肝。最后一班的列车，到来你唔通来唔通送别我，怎样背后传来你叫我的声？唔敢来，唔敢来，唔敢来回头看，心爱就在我心肝。再有。再会啦，再会啦。
歌，怎样背后传来你叫我的声？唔敢来，唔敢来，唔敢来回头看，心爱就在我心肝。哎呦！ 回啦，再会啦。说嘞，哎呦。 怎样背后传来你叫我的声？唔敢来，唔敢来，唔敢来回头看，心爱就在我心肝。哎呦啦啦，哎呦啦啦，再会啦，再会啦。 谢谢。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请站好啊！我发现刘安妮特别喜欢这种演歌式的日本翻译歌曲，是吧？我都喜欢文化，希望这一次能够融入台湾评审的肯定，然后把日本的演歌也带给新加坡公民。哦，好。是。哎，我记得上一次你跟我讲，你有参加什么新日文化协会。 是的，所以你对日本文化很有接触哈。是的，是的，我也是在日本票房工作过，是。哦，老公也是日本人。啊，不是。啊，不是啊。哦，开玩笑哈。来，那今天唱的这首日本歌曲能不能拿下冠军宝座？我们先听听讲评。好，琼芳。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这个演歌的唱法哈，足适合你的歌声，因为你的声吼，就是会使唱日本演歌的。但是今仔日吼，我家己吼真怕算啊。迄起较悬的所在吼，你有淡薄勉强，有无？有一音两音安尼看到淡薄勉强。啊，搁有咧，就是头一句吼，那个演歌迄个口韵是无？好开口是无？搁会使加强。 啊，さよなら，さよなら，哦，迄个歌安尼落去哦，歌足好听的啊。但是伊个台风、服装拢真正袂歹，啊，家己安尼唱啊真 happy 啊欢喜，安尼就好了。OK， 多谢。来，如萍。若是讲这有服装奖哦，应该是非你莫属了，因为唱歌。 配你服装配合你唱歌，你的歌吼，其实是可以得分的。尤其是讲你的台风，我觉你这首歌真适合你的歌咯。尤其是你转音吼，因为唱这款歌，你最上重要就是你的转音爱转了真水。若是讲你声，但是我觉你有的所在你无够放，无够不够放吼。若是讲有的部分你会使切搁较放吼，会更加好啊！因为有的所在我觉你会较细声，唱到声量会比较小。第一段你会较紧张吼，第二段、第三段就哇真稳了，就很好了。加油！多谢。安怎第一段较紧张呢？就来3个人变成听说还有海外的评审，我们参赛者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很荣幸。荣幸中带着兴奋，有压力哦。不会，今天都很开心，因为大家都10强。对，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坐长途巴士去马来西亚，好不好？通关新山，直接到 KL。庄学忠老师，老师你来，安妮，可能可以称你安妮姐哈。你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哦。
然后我听他的这个歌词，感觉是带一点离别愁绪的感觉啊，但是节奏是很轻快的一个日本乐曲。那你在当中的这个演绎呢，也带着非常浓烈演歌风格，再配上你这一套的这个服装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配合，契合度非常高的啊。但这个歌曲呢，当中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像刚才那个琼芳姐讲的对，你的高音3次的高音哈，第1次跟第3次的都不好，那个音准都没有到，然后第2次的那个音准是 OK 的，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哈，那个高音。然后气魄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节奏它是属于比较轻快的，到目前为止好像是最轻快的一首歌，所以你在这个气魄的掌控方面可能是，对，那个气魄会稍稍的欠缺了一点点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加强了哈。其实这个歌曲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唱起来真的不好唱，对不对？不容易，对。而且我也发觉到当中你的那些像一些真假转换的那些音，我觉得你都唱得非常的到位的哈。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歌唱比赛，我们都会说比较注意说，你的优点有多少啊？你有唱得多好，有多少的优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发掘的，就是说，能够把缺点减到最少的，何尝也不是一个制胜的因素？所以今天对于你的演出呢，我觉得应该，我只能这么说了，适当的人在这个适当的时机选了一首适合自己的歌，让我们看起来可以说是自然洒脱、赏心悦目的啊！加油！感谢老师，谢谢庄学忠老师。最重要也要找一个适当的主持的，懂吗？是的，谢谢明哥一路来的带着 ，understand， わかりました。OK， 好，唱完了就很开心哈。等候成绩，希望你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绩，好不好？谢谢您，谢谢。刘安妮一路来都非常的认真对待这次的比赛啊，尤其在服装方面，因为她非常热爱日本文化。所以他选的歌曲都是日本翻译歌曲。好的，接着下来，来到这个年纪比较轻的参赛者蔡慧芳，编号6，呀，他要参赛的歌曲是《我爱过》。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的言话，唔通来暗淡我的生活。我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忘记。关于爱情，甲人讨论只是野个，两字缘分啊，是最后的我的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金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跳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完切。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受的，其实我拢受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
就是无意的言话，唔通来压断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忘记。关于爱情，甲人讨论只是夜价，两字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册。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册。受罪，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谢谢。慧芳你好。你好，金明大哥你好。OK，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啊，也有一种感觉，就是传统的唱法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唱法的一种对抗大赛。因为我们的参赛者10位当中，有大概占70%是比较年长啊，有3位呢是比较年轻的啊。那慧芳就是属于其中一个。那您今天选的这首歌是有经常唱吗？第一次拿来比赛。第一次拿来比赛。因为我的偶像唱过这首歌，所以我听了他唱，我很喜欢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唱了这首歌好有意义，然后对，然后我就一定要拿出来跟他。你偶像是阿令。哦，阿令。对 ，OK， 来听听浩浩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 OK， 慧芳今天选的歌曲，是属于参赛歌曲。然后呢，今天稍微你的咬字方面，因为你唱歌是比较流行式的唱法，所以呢，在有某一些音的方面，稍微自己会稍微改变一点点。然后可能今天的稍微的咬字比较没有这么样的清楚哈，稍微会比较连贯一点，比较模糊一点点。所以这个部分，然后你在唱第一句的时候，你的气氛就已经掌握得很好的。 啊，对，那因为加上你自己这个美声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层次方面你稍微还要再加强一点点，再把它堆叠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层次把它分明一点，因为在最后，谁给我刚下地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power 要出来，如果更多一点点的话，会更加好。嗯，加油！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把这个 camera 去到台湾。好，小亮哥。 好啊，这个慧芳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参赛选手啊，所以呢，我听他的歌，觉得他的感情抒发的算是很好啊，感情的抒发在歌曲里面啊，那种年轻人那种味道啊，咬字是故意稍微比较不用那么清楚的感觉，就是那种气音啊，就是带过去，这是一种感情的抒发了。但是呢，因为你的转音啊，可能 在经验上比较不足，所以你在最后几句的时候都会有，跟他那个感觉是经验差一点。这种技巧啊是要经过很多次的磨练，就像很多的像江蕙二姐啦他们那种
灯音嘛，真正是无懈可击啊！所以这个都值得你们来学习的啊。但是你的感情抒发啊，还有你的这个哀怨的感觉，也都有唱出这首歌我爱鬼的味道。所以当然了，小小瑕疵是跑不掉的，但这个歌也是属于比赛的歌曲，是可以拿来跟人家比的哈。这个从头到尾大概只有那个跟月落一样啊，这是属于高难度的唱法啊，都是高难度的。但是希望你可以当然了，还有将来会有更多的比赛，再掌握更好的这种转音的技巧，我相信你的成绩会更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小亮哥。那现在我们请李明阳老师来讲评。李老师，请。哇，我觉得我真的很讶异耶，听到这次前面几位选手到现在的这个汇芳，我发现新加坡的选手好厉害，实力真的很坚强。你看第一位挑了这个难度的什么爱情罗丹，然后月落、我爱鬼、最后磊掐，这些歌都是很难唱的。那我觉得汇芳你真的是一位有潜力的新人哦，我真的很要鼓励你，常常参加比赛，然后有机会呢，能够常常上台演出，因为我从这个网络上视频看哦，你的这个型也很好，所以在这边鼓励你要多唱歌啊，能够娱乐大家，好不好啊？好。然后这一首歌呢，其实我爱鬼这首歌以前是由这个江蕙二姐唱的，然后后来黄小琥她也唱过，哦，然后后来就是黄小琥也唱过，然后还有这个阿令也都唱过。那你的唱法会让我有一个期待，因为这个歌是属于有一点说唱，那讲那唱，那讲那唱，所以一开始呢，我觉得你掌握的很好哦。刚浩浩有讲到你的情感真的是掌握的很好，一开始哇听你在恭维哦，然后又唱，就像我们在跟人家聊天的感觉。可是我期待到第二段，希望你能够大爆发，可是你有爆发，在第二段呢，是去的我感谢天地那个有出来哦，可是到第二段的后面为什么又弱掉？这个就是没关系，我觉得因为你还年轻，这个是一个唱歌观念的问题。你以后要去让人家说，如果你在听一首歌，你要如何听到，你会很抓狂。你听到阿令唱，你会很想跟他唱，那个就成功了。所以你要录起来自己听。所以我要讲的重点说，你的那个层次比较少，这是最可惜的。还有你的咬字太过随性，咬字再专注一点，先用念歌词的方式再念过，所以前面呢就会让人家听起来很清楚，好不好？这是一个新人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我觉得你要去注意。然后太随性，为什么会太随性？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听音乐，你要听乐队老师他演奏的节拍去唱，这个歌就会唱得很好。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新一代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是有声音呢，有人缘的声音，好不好？加油加油，给你建议。谢谢李明阳老师，谢谢田耀波。听无聊。好了每一次的比赛都是一个提升，好不好？是的，这次比赛万一了没有拿到3甲没关系，你还年轻嘛，好不好？好 ，OK， 祝你成功。谢谢老师，谢谢。好，刚才是这个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方慧呀，刚才叫方慧，现在。刚才那个叫蔡慧芳 ，OK， 那接下来这个名字有点会混淆，这个叫方慧，解慧芳解方慧都拼了，不过这个姓沈编号7，沈方慧，他要带来的歌曲《我爱人不是我爱人》我爱人不是爱我的人。我爱人不是我爱人，对，我爱人不是爱我的人这样才合逻辑。来，沈方慧，哎呦，水哦，好像要出嫁。谢谢。可爱可
些温婉像塑料断，偏偏你夜夜潜入阮心内，一直乱。爱着你亲像人间风扫过情关，离开你才知人间风使人心寒。青春太过乱，若无人要成全，我甘愿听，甘愿受予人。爱着你，阮是全天下最讲的人，离开你，做着全天下最讲的梦。含泪的悲欢，望袂当搁相看，最后才知我爱的人是爱我的人。心内一直乱，爱着你亲像人间风扫过情关，离开你才知人间风使人心寒。青春太过乱，若无人要成全，我甘愿听，甘愿受予人。爱着你，阮是全天下最讲的人，离开你，做着全天下最讲的梦。含泪的悲欢，望袂当搁相看，最后才知我爱的人是爱我的人。爱着你亲像人间风扫过情关，离开你才知人间风使人心寒。青春太过乱，若无人要成全，我甘愿听，甘愿受予人。爱着你，阮是全天下最讲的人，离开你，做着全天下最讲的梦。含泪的悲欢，望袂当搁相看，最后才知我爱的人是爱我的人。谢谢。哎呦，好可怜呐！最后把那个什么。呀，因为他不是爱我的人，我爱他不爱我，所以丢了。所以就嫁不成了。对。好，要不要捡起来？谢谢斌哥，好荣幸哦。真的是，好了，你就把我当 spare 的就好。OK， 好，那真的有试过这样吗？在生活当中？其实我唱这首歌，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爱情，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我跟我一个朋友的友谊。他已经不在了。对。就是你对他很好。他对我很好，可是我接不到他最后一通的电话。哦，他就走了。对。哦 ，OK， 好，所以你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对。好，那今天我觉得你的服装都特别好。这都是去买的吗？还是租？这个是我的老板赞助我的。哦，你是做礼服店的？没有，我教补习。我教补习。对。补习也有老板啊。教补习的老板哦。补习学院的老板。对。哦，他赞助你。
对。哇，不错了，搞不好是他结婚那天穿的。我跟你讲，穿人家结过婚的，因为嫁不出去。不会啊，不会啊。好，来，我们听听。哎，正巧我们安排的是全部是新加坡的评判。好，我们先请浩浩讲好。我觉得今天每一次你都会给我们有不同的 surprise 哈，每一次在服装方面啊，或者是在有一些小桥段的方面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很认真。那今天这一首歌呢，就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这么样的好啊，因为呢，今天的这个歌曲方面呢，低音方面。基本上你都没有低下去，然后呢，在高音方面呢，是又有一点点小飘飘了所以我觉得说整首歌下来，我觉得你应该要更加的熟练。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你先选了衣服才选歌？不是，是先选歌，对，才挑衣服，对。但是我觉得这整首歌你必须要再更，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是不熟这首歌。没有很练习很多次，对这个部分稍微弱了一点点。OK， 谢谢，谢谢浩浩，谢谢老师。来，我跟浩浩我感觉是一样。我要问你，这是你第一次唱这首歌吗？对。哦，难怪啊，因为你有一点你在爱进麦进吧，你看啊，因为第一句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开口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傲了，而且呢，真的你低的部分唱到低的部分，你有点低不下去就是。比较勉强一点啦。那其实选歌是很重要比赛跟歌真重要。不要紧，可能你一摆跟的歌没什么适合，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 OK 尤其是很今天你很漂亮，跟上次那个 Kid 姐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就。加油了希望你能够在前3名了因为我们3位是不准，还有另外3位OK。是如萍姐讲的就是什么高又不高，低又不低跟她的衣服一样了，低又不够低，高又不够高，对不对？像什么呢？你要低就低一点，对不对？要高就全部包住。对。好，来这个。琼芳，其实28岁的芳慧，你让我很多的惊喜。因为好好讲的，我嘛是安尼觉得，因为一场的比赛伊拢总家己有新的那种不一样的曲风，他的曲风都不同把啲我哋是真正佩服伊讲选这条歌来唱，因为这条歌歹唱。你和我唱，我本无变唱这好的，而且呢，第一句你看它的前奏很短嘛，你都熊短那个混落去你看，来不及唱，对不对？然后今天的咬字比较要加强了。我也坦白讲，把啲水你知有结婚无？我问看呀，OK， 好 ，OK， 好，谢谢。就甲你讲，这条歌真歹唱，人伊安尼28岁才唱甲安尼好，咱爱甲鼓励。甲你拍扑和我唱，我你讲我有可能完全袂唱嘛，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老师。这鼓励你拢唔能咧相信这是讲你较安慰的呢。我很开心啦，我很开心了，至少我进到大决赛，真的很开心了。是，对，这一点就讲。这是我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进到大决赛。最少要进入大决赛，对不对？你就有400块了。然后我没有去想钱呢，我只是想大决赛，就是。OK 啦，你没有想钱，你捐给我喽，400块。好，我们愿意帮。谢谢。OK， 谢谢你OK， 呀，沈芳慧，的确很认真的一个女孩子那算是年纪比较轻。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去这个欧吉桑年长者的参赛者，他叫黄青松，编号8，他就是仔仔的，有没有轻松我不知道。他叫黄青松，他参赛歌曲是《眼中泪，眼中泪》，来，掌声欢迎。
男着旧相片，拢无音声，好几年。心爱的，莫伤悲，我毋是故意。讲话大声，迄拢是我的志气。你是掌上明珠，煞陪我等落水。你将委屈的心收藏伫枕头边，别人若笑你痴，你讲辛苦你又甜。我的不甘心痛已经袂醒。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莫离开，我袂当无你，袂当予你的付出等无消息。你若会揽着旧相片，拢无音声，好几暝。心爱的，莫伤悲，我毋是故意。讲话大声，迄拢是我的志气。你是掌上明珠，煞陪我等落水。你将委屈的心收藏伫枕头边，别人若笑你痴，你讲辛苦你又甜。我的不甘心痛已经袂醒。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莫离开，我袂当无你，袂当予你的付出等无消息。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莫离开，我袂当无你，袂当予你的付出等无消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站那边一下哈。OK， 黄青松你好，你好，建斌大哥好。你好的感觉啊，就是你的衫拢伤大呢。无变这疫情关系，买了就走了。我跟你讲，你买布吼，那2领3个布，你给加会使变3领，你知无？
你做能量呢，真是浪费，对不对？所以很浪费了，你这样啊，以后知道哈。好。做和声的，不用做超大件的啊。好的。呀，所以轻松给我的感觉就声音美得不得了，这个音色太漂亮了哦。这个很难找有这样的有共鸣的音色，有倍数，学中应该也很喜欢。来，我们来听听学中来讲评一下。是的，哎，建明兄，你真的讲中我的心意啊！其实我就想说，他这个声音我非常喜欢，都是属于那种很大块型的，有没有？他一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就哇，这个声音是非常浑厚扎实的，啊，这个真的无可否认啊。而且你选的这首歌，其实我个人也认为说，其实是非常适合你的。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就没有做到歌如其名啊，像你的名字叫轻松嘛，但是你唱起歌来，感觉还是不够轻松。我觉得你很多地方就唱歌，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小心翼翼的，好像很担心、很怕啊。然后因为你这个缘故了，所以就变成说你在这个层次方面它就不够分明。那有些感情歌曲的展现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注重那个声量的这个节奏感的大小声处理跟控制，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你是稍微缺一点的，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它就略显平淡。所以这方面的技巧，如果说轻松你能够再加强，因为你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武器，你声音非常的吸引人。如果你再加强它的感情的处理、节奏感的大小声啊，能够再收放自如的话，我想你真的是前途无可限量啊！加油啊！谢谢学中啊，听有无？有。你莫想讲你叫轻松就真轻松的唱歌，无一定唱歌会轻松的咧，哦，爱学的咧，唱歌是有技术的，哦，大小声强弱啊，无你安尼好的本钱吼就浪费了，好不好？好好找一个老师啊，帮你调教一下，好。来，小亮哥，你有什么看法？建斌大哥，你讲到重点了啊！这个轻松大哥哈啊，他唱歌哈，这个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的声音很厚啊，声音很厚，低音也很好，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名师的指点，所以呢，他的技巧会差很多。唱歌其实听建斌大哥的歌，你就知道。唱歌哈，技巧登音谁感啊，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轻松在这首歌的感情的这个表现也很好，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心情是很紧张的，就紧张的，想要把这个歌啊好好唱，那个很小心的唱啊，小心的唱啊，就感情的抒发有了，但是啊，那个技巧就差很多，所以讲啊。真的像建斌大哥讲的，把这个低音浑厚的声音，你再练习，技巧方面啊，再找个名师指点一下，那很快的，你的技巧一出好，你在比赛就会得到很高的名次啊！谢谢轻松先生啊！哎，谢谢小亮哥啊，你是有什么压力啊？啊？没有呀，没有压力。用麦克风。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啊？没有。不是你老婆给你压力？不会。我讲轻松，跟你讲啊，你这摆去啊，上少给我拿第3名回来，那无你莫给我登出啊，有没有这种压力？不会。我觉得很可惜，真的声音太美了，这个技巧方面要改善一下。好，这个当然容不得我来讲。来，李明阳老师，您有什么看法？哇，我的看法哦，蛮独特的，跟人家不太一样。哇，轻松兄，你的声哦，你哪有磁铁吗？内底有磁铁吗？我哪会敢若，你的敢若有一种气声，你知不？这个是天生的。我觉得这个声音，如果你在早期，可能你是比较慢唱歌，是不是？如果在早期，你的声音应该会被挖去这个灌唱片才对，因为你的声太好听了，而且你的声太有声缘呢。因为你的声音会吃麦克风，你稍微轻轻的一唱，你的声音从那个麦克风出来是非常好听的共鸣，对不对？有没有人家常常跟你讹了说，哇，你的声
你外靠唱歌了，你的声就好，对不对？就像刚老师讲的，你的天生的声音就是很占优势，但是你的声音如果来比赛是非常吃亏。但是呢，灌唱片会大卖，你知道吗？因为你像翁立友的声音，它就是很厚实低低的，它也没有让人家觉得哇，他要炫多高啊，像你要怎么拉长音什么什么。但是这样的歌唱出来，大家都可以学，是可以卖百万张的那种声音。所以你看哦，我们在外面在唱歌的时候，卡拉 OK 如果都是卖给那些很会唱歌的人，市场是很小的。可是你的声音一唱出来，人家大家会想去学。哇，轻松兄，这个声音吼，嘛袂足悬，嘛袂足低，听起来足轻松。因为你唱歌是安怎讲？比赛较吃亏，是因为你唱歌足淡定的。哇，你在啊安尼，情绪嘛袂讲足夸张的，就是讲，那你讲你不会油条，就是很诚意、很诚恳的唱完一首歌，互听了足感动。我拄则听你唱的。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我来起鸡母皮啊！我真的起鸡皮疙瘩，因为这个不是说唱高音唱出来的感情，是你很诚恳的唱出来。所以在那个，你如果能够在那个什么，滴了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这个地方啊，这个所在较俩讲诶，较野性诶，把那种个性再唱出来一点，哇！今天我可能就会给你冠军哦。这个不一定，我觉得说，因为我现在听唱歌，我会听到的是重点是：第一，音准不能跑；第二，你的拍子；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感。我觉得你现在唯一要去注意的就是唱歌，你的抖音太多了，抖音太多。你像最后一句哦，每个火力付出，但没消息。轻松哥，你唱最后这一句唱一次，我听听看好不好？最后一句。会记呗。他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他才可以。这样会花很多时间。每当火力付出，但没消。每当予你的付出，但无消息。对，你这样就对了、啊。但无消息，有没有？先拉词音再抖，这个歌的质感会更好。你看哦，你前面就一直抖了，那你如果再注意抖音，收一点，会更好。真的给你掌声鼓励，太好了，因为音准各方面真的都很好，就是没有那种夸张的情感面而已，比较吃亏在这一点，好不好？赞，加油！谢谢李老师。所以你的人就是修劳性，有些东西要花俏一点，这歌才会好听，所以这老师啦，好不好？好，指点一下，有名师指点，你就会开窍，好不好？好，要不然你七窍都不通，好的，谢谢，谢谢，哇，越来越紧张了，还有2位。上场之后，我们就可以知晓成绩了。好，接下来来到这位编号9的陈宝达，他也是很稳的一个歌手。他的参赛歌曲是《棒球》。来，陈宝达。莫问我为什么，我有我的不得已。莫听别人在耳旁边轻声一句来一句去。今夜分开，我无分什么。雄雄一杯做一嘴，我甘愿醉，心甘愿醉。
来祝福你，希望你看你快乐年年。孤单一杯冷几暝，手放你去，我嘛安慰。无束缚伊勉强你陪我痛苦问天，慢慢你会了解，慢慢你会知，放手是爱你。莫问我为什么，我有我的不得已。莫惊别人伫耳旁边轻声一句来一句去。今夜分开，我无分什么。雄雄一杯做一嘴，我甘愿醉，心甘愿碎。来祝福你，希望你看你快乐年年。孤单一杯冷几暝，手放你去，我嘛安慰。无束缚伊勉强你陪我痛苦问天，慢慢你会了解，慢慢你会知，放手是爱你。雄雄一杯做一嘴，我甘愿醉，心甘愿碎。来祝福你，希望你看你快乐年年。孤单一杯冷几暝，手放你去，我嘛安慰。无束缚你勉强你陪我痛苦问天，慢慢你会了解，慢慢你会知。放手是爱你。你好，宝达。好，你好，建斌哥，大哥你好。这个来到大决赛呢，本来我就看好你的哈，来大决赛是confirm 的，但是进了大决赛最重要就是选歌要选对，选对才能进三甲，这个是我们对不对？老生常谈。是。所以你觉得你今天选这个歌有没有选对呀？有啊。有哈。哦，伊家己讲有啦。哦，这个有自信。这个就是一个自信啊！这个宝达给我的感觉就是哇，西装笔挺，因为一起讨街嘛，做生意的老板啊呀，所以好久不是讨街了啊，退休了，退休了，真的，那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商人是退休了啊，成功退休。好，那就是歌唱是你的唯一的嗜好，是吧？对，唯一的嗜好，唯一的嗜好。所以我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唱闽南语歌曲。对，呀。所以今天来参赛是对的，看有没有机会进入三甲，好不好？琼芳来，先来讲评。宝达老神在在呀，一关过一关呐，拍干大决赛，因为有一场你淡薄失误呢，兴啊有热对不？所以今仔日咧，我是觉得啦，你这个中气、家己拢总真正明，真正清啦。感謝。所以莫甲我讲感谢啦，你若会使拍入三甲，你才甲我讲感谢。唔是我呢，还佫真侪人呢。迄个专业来到咧等奖评，你就
错咧等 ，OK？ 但是袂歹啦，良心讲，我喜欢他咬字很清楚嘛。哦，啊，伊张开足摆。唱歌敢若唔免用开啊，你看无？跟他陈建斌是不错啦，不错不错。陈建斌大哥学的。哈，是咩？你讲我唱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歹？叫袂出你看咧。是好还是歹？差不多。我袂使讲你好吗？等下人会甲骂。OK。OK， 好，那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的评判怎么说。庄学忠，来，我们的宝达大哥啊，其实他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有亮度，也有力度。他今天选的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很抒情，然后那个拍子是很缓慢的，然后感觉上呢，就是唱起来我感觉会比较耗气，会比较消耗你的那个气魄的。但是你就会把所有的焦点这个气息的转音就都会放在这一方面，所以导致说你在这个整个歌曲的处理方面呢，它就会变得比较平淡。其实你整首歌的音准其实稳定性算是蛮高的，但当中它还是有一点点的瑕疵啦，像有一些高音，有一些低音，但是这个瑕疵它其实不会太严重的影响到你的那个歌唱水平哈。但是有一点就是宝达大哥你的歌曲整首歌听起来，乍听之下，真的很好听，因为它咬词清楚，声音有亮度，整体听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再细细探讨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其中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无论你是高音、中音、低音，你每一个发音、每一个音、每一个字，其实你的音量都是一模一样，非常平均的。从你低音进来，然后一直到副歌最高潮的部分，但是你的音量还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你要展现整首歌的一个情感度跟个感动度呢，它就会缺乏了，因为你声音没有轻重分明，没有高低起伏、强弱分明，所以歌曲听起来它就欠缺了这个感动度。所以这一点，如果宝达大哥你再加强的话，那真的是会非常的棒啊！祝福你，谢谢。好，谢谢学忠。所以自己唱不知道要人家讲，好不好？来，我们去台湾，小亮哥，你睡着了吗？好，有，我一直在听这个宝达大哥唱歌，哇，他唱歌四平八稳啊，这个感觉起来就很稳定，而且他的服装造型也是白马王子，你看看，谢谢，好帅的感觉，想必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帅的个子又高挑，唱歌的这个整个的味道啦我们讲的这个舞台的这种感受也是很棒的但是就像刚刚庄老师讲的高音、中音、低音音量没有分别，但是你乍听是真的是很平稳的，四平八稳就过去了。可是因为我们在比赛我们就会比较挑剔一点，所以你的高音跟中音跟低音的音量再调整一下，可能会更完美这是我跟庄老师看法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歌你还是唱的，我觉得是听起来很舒服了很流畅行云流水，很流畅很棒，谢谢。谢谢。好，看法一样如果每一首都看法一样，我就请一个就好了不用请2个OK 谢谢陈宝达谢谢。OK， 很快来到第10位参赛者了第10位是喜欢演唱闽南语歌曲，而且他的这种发音、咬字、味道都非常闽南语的这种味道他就是编号10的王琳达，他的参赛歌曲是《伤心的 Tango》。琳达。
香气依然着你。三分醉，七分甜蜜，浪漫的一场爱情戏，伴阮在舞池，烈风闪闪闪，心为你醉几暝，空欢喜。饮落一杯苦相思，心要醉，爱着你。红颜为君珠泪滴。思恋的目眶红记记，亲像点胭脂，为着你对阮一句花言巧语，迷人的melody香气依然着你。三分醉，七分甜蜜，浪漫的一场爱情戏，伴阮在舞池，烈风闪闪闪，心为你醉几暝，空欢喜。饮落一杯苦相思，心要醉，爱着你。红颜为君珠泪滴，浪漫的一场爱情戏，伴阮在舞池，烈风闪闪闪，心为你醉几暝，空欢喜。饮落一杯苦相思，心要醉，爱着你。红颜为君珠泪滴。谢谢。你好，琳达。你好，呀，我珍妮大哥想问你，安怎Tango的伤心呢？啊？可能他是失恋，爱一个人，那个人不爱他。哎，你答非所问呢。我是问你安怎Tango的伤心，你不是唱伤心的Tango啊？用你的想象力。我的想象力是觉得他可能那个爱人离开他了，所以他就想起他的那些跟他。不过我觉得Tango的歌都比较伤感的，对不对？快乐的恰恰啊，恰恰就比较快乐一点哦。一般Tango的歌都比较伤感呀。那刚刚带来这首歌呀，非常棒哈因为琳达她很喜欢唱闽南语歌曲，这是她一生的愿望。对，就是要来参加一场有规模的闽南语歌唱大赛，终于达成你愿望，而且还来到了大决赛。谢谢。OK， 好，有惊无险。那我们来听听蒋萍、如萍。
琳达，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很漂亮，而且咬字很清，一家里真清楚，哦，每一句唱出来拢听得真清楚。但是这首歌来讲，我觉得感情佫会使放较低淡薄，因为你伤心嘛，虽然在跳天舞但是你伤心，感情还是可以，感情方面还是可以加多一点因为你的声音比较轻嘛，你的声较轻嘛。如果讲若是有迄款较伤感的所在，你家里较重淡薄，会觉得感情会比较丰富一点所以这首歌你也是选对，可能你的歌声就是适合安尼款的歌咯谢谢老师。就是这种伤感的日本翻译歌曲，很适合。来，浩浩。那琳达一路从初赛到现在，我看你每一次都一直在成长，你的歌唱的进步方面。然后呢，我觉得你很会选歌，就是他在这个他知道他的声线稍微比较细、比较尖方面，所以你选的歌都稍微会比较悲情一点点的歌曲。那我非常欣赏你一点，就是你的真假音的转换其实你是有练过，是不是啊？有因为你的真假音的转换，你的鼻音，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要唱到高音的时候呢，让人家听起来不刺耳的声音是不是那么样的简单的？所以你在转音方面对你都非常非常的，就花言巧语啊、limlo 啊那些东西，那个假音的感觉，我觉得你都把它诠释的，然后呢，把它这个处理的非常的恰当，加油！谢谢老师。好，谢谢浩浩。来，我们去台湾。请李明阳老师来讲评一下。嗨，琳达你好，琳达你好，老师。哇，真的是喝酒的慢地，我觉得这一首歌伤心探戈伤心的探戈，就是说我们刚那个建斌兄讲的没有错。当我们在舞厅看一挂人在跳舞，有一些人是很开心，有一些人是从他跳舞的姿势里面就可以感受到那种。这条歌的这个感情，这个叫做纳卡西。这个歌在我们以前那个纳卡西的那种舞厅，或人家点唱，哇，你这个味道唱的太好听了啦，有够好听的这个味道。然后琳达，我觉得说，我不知道你之前唱什么歌，可是你看这种流行歌曲可以一直闯进到现在的这个算是总决赛，其实。你真的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优势，就是你的音色，还有你唱歌的咬字我们刚那个如萍姐有讲，还有浩浩还有讲到你的那个鼻腔共鸣，哇，那个真的是都是你唱歌非常，就是很多人做不到的这个一直在练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练很久，是天生这种穿透鼻腔共鸣非常好听，所以唱起来那种轻声细碎。都很感觉听得足感伤、足清澈的，这个就回到你的基本功、你的丹田，你的丹田的用的那种，然后还有你的这个咬字、转音，这是拢听起来敢这个敢是阮台湾人在唱歌谢谢。真的，我就觉得我刚才在想说，哇，一点那种就是那个 Q 足少的啊 ，Q 足少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挑你的毛病。这首歌我真的一直在。我们今天来，有时候当然要发现优点，但也要找出一些你的缺点。但是我吹真啊吹无，因为有一句就歹唱的，你嘛有唱好啊。风眼为君自泪滴，那个风眼你再唱一次，我好想听哦。风眼为君自泪滴。哇，我们风眼转上去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装饰，红感，有没有？就跑出那个动，那个真的很难哎！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我们评审就是难评万中难评，今天很难评啊！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李明阳老师谢谢。哇，这个你看就有评判赏识你。好，谢谢呀！你看，我也是跟他一样他以为你是台湾人，对，我当初也很多人以为我是台湾人，也应该很多人有同感，对，所以你这个味道这就是你的特色，好，谢谢，希望你有好的成绩啦。好，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 OK， 好的，那么
我想啊，最后这个时间呢，我们请每一个评判呢，都来讲几句话，好不好？作为一个总结，然后就要请评判退席然后海外评判就把那个分数呢传给张雄，好不好？那现在我先请浩浩来讲一下这一次的大决赛你的观感。好，这次的大决赛我的观感呢，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享受今天晚上的这一场，感觉很像一场音乐飨宴啊。那再加上呢这个老师啊，然后呢所有大家都配合得相当好，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感受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点高涨，那个心情很高潮的感觉。所以呢，就每一个唱下来呢，让我们觉得说哇，然后看到他们从初赛到现在，各个都在进步当中，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希望还有这个下一届哈。怪不得看你评完之后很累，原来经过一场高潮。OK， 好，如萍。我觉得今天我们的10强都水准都很高。福建歌也在唱到安尼款的味道是不容易，尤其是在比赛，在我们这现场乐队，因为可能他们平时都是唱卡拉 OK 比较多，所以有现场乐队的伴奏之下真的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棒。真坦白讲啦，唔惊闹亏，他们唱的可能比我们一些歌星唱的还好，同不同意啊？同意。所以真的很恭喜这10位，不管你是不是前3名，你进到大决赛就是你是赢了你都赢了，你们个大决赛恭喜。好，琼芳。是的，非常享受这第1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坦白讲他们都是唱卡拉 OK 的。很少跟我们一样是有现场乐队老师伴奏没想到他们都能够融入嘞，老师真的也是很厉害大家人无同款的歌咯，所以今仔日不是看他人的比赛，是家己他们自己个人小小的一个演唱福建歌的一个表现会，我是安尼感觉，大家拢总袂歹，简直就是演唱会。对啦，不算是比赛，安尼有输有赢嘛。所以我人今嘛去头听，好不好？来去算分。也不好。我们看看这个海外的评判怎么说。OK， 学忠，你看了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是，我觉得今天看到的这歌手他们的这个都是来自几个不同世代的年龄层，从20多岁到60多岁，这个是令我非常惊讶的这一点。所以说，谁敢说那个闽南语歌曲、方言歌曲是难登大雅之堂而且今天各个的这个选手都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看到这现象是让人非常感觉非常欣喜的。当然今天的选手我想说不管是输赢啦，如果今天你是胜利者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嘛，老话说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那这10年功苦练得来那在仅仅的3几分钟在台上的表现呢，只要你能够把你所学的那个唱功技巧心理状态能调试好的话能够非常稳定的发挥的话，我想这个就是能够显示出你的功力，所以你就能够得到冠军，成为这个成功者。当然失败的也不要气馁那总之我觉得唱歌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尤其在今天这个疫情肆虐的这个当儿能够唱歌，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希望这些歌手能够好好的唱，把我们这个闽南歌曲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把更多的欢乐带给大家。谢谢。谢谢学忠，说得非常中肯，谢谢。好，我们请小亮哥，你有什么观感？好谢谢建斌大哥，还有这次的邀请这次我觉得真的不容易老中青3代集合在一起，哇，这种场面真的是很难得而且闽南歌平常讲，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很受大家的喜爱。那台湾也是现在的闽南语歌曲也是不断的一直推陈出新，所以很多的歌很需要大家来努力的翻唱，努力的唱。那么今天的比赛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内心是很激动，我不晓得怎么去评判，而且觉得给了这个给了那个，哎呀，这个好像感觉上会
好像会万一给那个人太低，也对不起他的感觉。因为这每一个都表现的真的是没有话讲啊，都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个这个比赛，这个是很难得的。大家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尊重啊，都做到了，就是说对比赛的一个感受，所以是很难得的啊。在新加坡，我想今天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评审一下每一位啦，不管今天有没有什么名次，我觉得你们都是值得鼓励的啊。进入这十大决赛，已经就是好像我们金钟奖、金马奖入围就是得奖的感觉了，好不好？大家继续加油，谢谢。好，谢谢小亮哥。接下来有请李明阳老师，请你发表一下观感。哇，建明大哥，哇，在你这个主持之下哦，这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演唱会的感觉，我真的是，其实身为台湾的歌手的李明阳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因为几乎唱的都是台湾歌手发过的歌曲，然后由新加坡的这些选手来演唱。真的是内心充满了激动，然后也要谢谢今天的主办单位啊，真的办了一个给这10位选手有一个很荣耀的光环，因为他真的是全球都在看这个比赛，那我们很慎重的会挑出今天的前几名哦，那要给今天的选手一个鼓励，不管怎样，我发现你们今天已经进到前10强，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比赛我们除了要立志拿到第1名以外，还有一个参赛者所有我都跟参赛者鼓励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比赛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老师讲评，找出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去就目的一定要赢人家。其实赢你在哪里都可以赢，可是你到大舞台能赢吗？不一定。所以另一个方式，如果我今天能够获得一个老师给我讲评我的缺点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值回票价，然后希望不管怎样，今天真的是希望你们一定要继续快乐唱歌，谢谢，谢谢李明阳老师。每一位评审呢都发表了他们对这次大决赛的观后感。好，现在呢是他们退席去算分数的时候了。在算分数的时候，我们也不忘了要给大家娱乐一下，好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演唱嘉宾呢，很开心能够请到红遍整个东南亚的卖鱼哥王雷，先请他出场。王雷，谢谢建明大哥，哇，你好，哎呦，看你跟他做事也得跟你摆节，哎呦，平生，真的，哎呦，你就是当红炸子鸡。不，忙讲，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最重要，现在这个时刻，你们一定要分享，拜托啦，分享，哇，不简单了。林阿 boy 是你的朋友吗？干爹，是你干爹，但是我认识他爸爸。他的名字叫林阿 boy， 他的爸爸叫做林北，林北东南西北的北。你是老北就对了。不是，我认识他的爸爸叫林北，他的名字真的，你问他爸爸名叫做林北。没有啦，开玩笑。OK，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办这个演唱这个闽南语歌曲，我觉得几乎这几年都没有人家主办闽南语歌曲。这是我的心愿。厉害！我真想要举办，但是当初去算的抓力无够。请多别讲来，多别讲的本在。哇，结果。多别讲，恁厝的新娘去做不要紧我 support 你。OK。结果有影，真的 support。哇，真的，太谢谢你，但 I love you。结果我讲大决赛要请什么人来？哎呦，伊讲要请2个重要的人物。哎呦，弟弟。我讲新加坡算来算去，敢无什么人重要。李国煌。李国煌。无重要。梁志强。无重要。辉哥。无重要。哎呦。可能比安尼重要啊！结果我讲卖鱼哥，哎呦，重要，太厉害！配分，你看，重要，太厉害了，太厉害！演唱嘉宾就是恁两个了。没有了，最近可能喉咙不舒服，这边多了唱歌给压力。有影无？刚呢，咱咩都不得 KPKB， KPKB 那看着，你知道什么叫 KPKB 不？靠北靠母。
PK 是靠北靠母，迄个不要紧。无咧，你是当面安尼 KNN 啊，较迄个较够力。KNN 是错的 ，KV 奶奶。TV 的阿嬷叫 TV 奶奶跟 KNN， 好啦好啦，不要让你浪费。啊，对，谢谢。刚才真的建斌哦，出道到现在20多年了，有罗邦一定介绍我。对，所以讲我也是他对我有恩，所以我家里已经交代我的家里的人，交代我的孙，叫我老婆。不是遗嘱，再想看看，还有什么？很重要，在我家很重要。遗产错，不看不，你娶几个某了，你给他讲不，对不对？只有最重要，心目中最重要，家里什么？念名会帮完厝的神主牌，所以15个给你拜。哇，你就够啦，够大地位，在我家。你有够尊重啊！尊重，你有地位咧。卖鱼哥的神主牌是兵哥。哎呀，谢谢啦。OK， 来安排明那个唱得不好，多多包涵啊，福建歌啊，我们在头小歌是咪？好了，头小歌主曲。这一首歌我只有在我个人云顶的演唱会。新加坡那嘴艺人啊，是不是我第一个上云顶开演唱会？对。这首歌是我开场的歌曲。是。来，新买给把郎主曲。爱我一世人，害我感情半只重。痴情来对你依了无讲，如今只在一张空。早若会知你会来骗这款，嘛无为你心茫茫。啊，啥人袂怨叹，心爱的人，装甲水水的离开已经3年后，你煞有去无回头，真是予人想袂到。心肝亲像放心买菜头，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无睬我，感情半只狗，你漂泊无啥效，无人青春上可恼，无情的人，分你是分到老，永远来甲你。无到水无流，爱情的力量，小出啊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会为情来比。为情来悲伤，为情来幻想，孤单前途受创伤，人笑你无路用。啥人无理想，啥人无苦衷，受着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冲。敢是你心内无感情，也是你风眼多无明。我已经爱你心境定，怎样难的爱情青顶红顶？红顶你后心袂清。
红顶啊美丽，因你害我心头惊。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烧酒啉袂停？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心肝用手情？红顶呀红顶，美人啊美丽，请你唔通伤高景，吃袂耽误又好鉴定。讲你上该爱我，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你讲你袂通无我，为什么放我在孤单？看到你慢慢地行入新娘车，身边的人不是我。过去的酒纸，讲的永远来作伴，原来拢是欺骗我。怨他妈无卡纸，如今只好来看破。我听无？我听了给你分享。给你分享好不好？拜托大家啦，因为这个是难得。真正艰苦的，你爱看这个节目，从头到尾听到福建歌，无了。安怎有这比赛？我捌到因老爸啦。大家本身伊叫林阿伯啦，因老爸叫林伯，林伯，叫林伯，所以我们认识的。所以伊的囝就邀请我过来唱，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输甲福建歌。真正人莫看我在生三面，虽然我面无好看。但是我是耐看跟好看有相差，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做特别嘉宾啊！如果哪样缺的不好，都不欠啦，好不好？都不欠啊！建斌现在来整点交代我300几摆了，交代我300几摆，张雄交代400几摆，来我节目袂使骂错话，我空头脑空。记得看到我出来就要帮我分享，拜托大家了，收视率是靠你们啦。其实我这首我属个秋见我，从来一生人当中从来唔捌唱过正式的华语歌，好不好？今天就带来这一首华语歌曲，好不好？有影无，不啦，福建歌啦，有影无啦，有影无。来，快板的，我们变一下节奏。李哲嘞，比赛李哲，你开玩笑，安做李哲也在来拍，你知道无？大家本来知影嘛，安做叫做李哲，因为拢做嘛无工做，无变 ，LL 本来来拍。来开玩笑啦，一班好朋友，来听看看，快板的有影无？讲看到你，你三不淡水河，身边的迄个人是一个大帅哥。一时庸忽然间，我不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影无？你讲无这回事，是我咧黑白想。你讲伊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个理由才勉强，我也永远叫我。你要甲我扯，我袂搁再啰嗦，有影无？有影无？
着你，你送不淡水河。身边的迄个人是一个大帅哥，一时洋洋忽然间，我不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影无？啊，你讲无这回事，是我咧黑白想。你讲伊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个你吃勉强，我也有缘去愿望。啊，你若要甲我扯，我袂搁再啰嗦，有影无？有影无？哎，你安尼后壁迄个收歌收的所在吼，安怎呢？真像高凌风呢。是咩？我是讲伊来了。呸！伊无咧世间了，你个叫伊讲什么啦？笑啊你！比如是咩？真像。安尼我过了。呀。伊逐摆都收咱三。伊安怎安尼款呢？伊古早袂安尼干，伊就是表演几十年，逐摆咱三来对大肠拍死角叫天色。卖西装。OK， 谢谢王磊，谢谢我们的陈建斌以及我们的林马波，你所赞助的这个全场的费用，感谢，谢谢，感谢好。好，紧接着下来，我们邀请另外一位也是非常杰出的舞台艺人，哇，非常的不得了，她是双语天后李佩芬。大家好。我相信无人比我较爱你。我爱你，不是一日也两日。我不敢予你孤单一个念向你。我希望会陪伴你身边，但是我。踮在他乡，就忍耐，放袂收你。Hello supporters， 还有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好！分享，come on， 给我你们的爱心。谁会安慰你？我希望会陪伴你身边。现在我踮在他乡，就忍耐，放袂收你。
尽量唱到互伊较准吼。望月想你。唔是放火烧你啊哈，唔是放火烧你，是望月想你啊！几落工无看到，唔知有人想我无？安尼款。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名是叫佩芬，今天非常的开心来参加我们 Lim A Boy 杯，哇，太厉害了！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呢，鹿死谁手呢？哎，这个哈还不知道，还不揭晓这样子。但是呢，比赛呢就是一个过程嘛，我们当中的吸取经验。你看陈建斌比赛，离那个冠军那么远，比赛什么斗歌精艺啊，拿第10名有没有？第5，卖乱讲哦，才差5个位置而已。1978年第5哈。第5名，歌台新力量是第2哈。哦，哎，你有进步哎！进步，如果下一次来我再去，肯定冠军。啊，肯定应该没有了，没有半秒了，就没有了。对，你要参加黄金年华了。你从这个就是主持人变成参赛选手。你看黄金年华不，黄金年华那个斗歌精艺第5名，他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对呀。对呀，我这一生中啊，唱歌比赛也只得过1次的冠军而已。啊，名次不重要。名次不重要。重要仅是你肯进步。对，你看我们都好好的。王雷参加什么比赛，从来也没有得过。有，他有中过一个巴斯马拉姆的。啊，对对对，冠军。但也是好好的。对呀。对呀。这个是有些呢是从偏门进来的，更厉害。偏门。没有走正路的。所以哈，但是冠军我们也要跟他恭喜啦。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好朋友。OK， 我们也要跟他恭喜恭喜。差不多要出炉了啊！因为他的名字已经贴在那个炉那边了。要出炉。过五关斩六将，我相信线上的朋友也是非常听歌水准很高的。对。那可能大家跟我们评判。已经猜出谁是冠军。Yeah, you don't know 啊，心里面都有那把尺。但是无论呢这个成绩揭晓成果怎样，我们都要尊重大会，大会万岁！不准上树，不准上树，只可以爬树。爬树，你以为我们是老高哦？爬树哦，我们的财前幕后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给我们多多的支持哈。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嘞？因为有阿 boy， 对不对？那不可以少了你是阿 boy 点的，不是不可以少了阿哥吗？我是阿哥，所以要有阿 boy， 还有阿哥。我们老板哦，哇，越来越年轻嘞。自从哦跟我们也熟略了之后，哇，老板越来越young嘞。他跟娱乐界一融合在一起，对啊，不得了啊！真的，现在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经过他的店，我都会跟他。每次很多人呢，跟他店外面。好，我现在下来呢，也要祝福性的一首歌，祝福所有的参赛选手。OK， 今天的不管这个成绩如何，你们都是一级棒棒的。那也祝福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连杯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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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们。阿哥加油哦！哎，谢谢一下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的 Lim A Boy。来欢欢喜喜捧一杯连杯酒，咱爽爽快快饮一杯欢喜的酒，一杯来欢迎你，一杯来祝福你，事事行行也对，轻轻松松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有吧。
祝福伊，咱斗阵就是好去哦。我们想借此呢，祝福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祝你们生活愉快，那也祝福我们Lima Boy老板身体健康，身体幸福吧。轻轻松松，欢欢喜喜，欢喜过日子，快快乐乐，无烦无恼，人人吃饱哩。不管是为什么，不管是啥代志，心情也着放好开。你嘛好气哟，嘿，你嘛好气哟，嘿，你嘛好气哟，嘿，你嘛好气哟。祝福你，祝福伊，咱斗阵就是好去哦。好去啦，顺利啦，耶嘿 ，Happy 啦 ，Happy Go Lucky。哇啦！谢谢尊敬的建斌大哥哥，谢谢佩芬，你的助兴谢谢大家让我们蓬荜生辉。谢谢你们的邀请，让我的深感荣幸就好。深感荣幸就好，你的身体要荣幸吗？有非常的荣幸。谢谢你们的邀请哦 ，Thank you，Thank you。谢谢。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来到第1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的颁奖礼。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7份安慰奖，他们各可获得由 My Digital Lock 所赠送的200元现金，以及100元的床褥礼券和50元的数码锁礼券，同时可以获得由 Diohin Trading 所赠送的 Wasuka 价值300元的有线麦克风，以及由 Lima Boy 所赠送的200元现金以及水晶奖杯1座。好，现在排名不分先后，第1位获得安慰优胜奖的是陈宝达。你好 ，OK。首先，我们请 Ron， 我们的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谢谢。好 ，Diohin Trading 的老板 Nado Sri 张养兴 PBM， 还有 Mr. Lima Boy。好，谢谢宝达。OK， 好。那颁奖人会比较辛苦一点哈，要进来7次啊，因为我们不能够人数太多，好不好？第2位获得安慰优胜奖的是沈芳慧。你好，好，我们请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谢谢，还有 Diohin Trading 的老板，还有 Lima Boy， 谢谢谢谢沈芳慧，哇，我们的颁奖人会辛苦哈，进进出出。好，接下来第3位获得安慰优胜奖的是吴来德。OK， 有请 Ron My Digital Lock。好，张养兴。OK，Lima Boy。谢谢您，恭喜哈！从来没有一次歌唱比赛的颁奖礼是颁奖人进进出出，参赛者不用动啊。为了这种新常态，没有办法哈。OK， 接下来第4位安慰优胜奖的得奖者是杨玉珍。
好，有请 My Digital Lock 老板 Ron。好，丢兴老板。好 ，Mr. Lim A Boy。谢谢，恭喜杨玉珍。接下来第5位获得安慰优胜奖的是黄青松。好，有请 My Digital Lock 老板。来，丢兴老板，还有 Lim A Boy。OK， 谢谢。还有接下来第6位获得安慰优胜奖的是刘安妮。有请 My Digital Lock 老板。好，丢兴老板，还有 Mr. Lim A Boy。谢谢，恭喜刘安妮。最后一位获得安慰优胜奖的是谁呢？剩下4位耶，他们是蔡慧芳、王琳达、张晴雯跟凯恩。会不会是凯恩呢？他前几场表现得很好哎。最后一位安慰优胜奖的得奖者，他就是凯恩。恭喜你！来，有请 Ron。好，有兴老板。好 ，Mr. Lim A Boy。谢谢，谢谢凯恩。OK， 哇哦，颁奖礼越来越紧张了，来到季军奖，季军可以获得 Mr. Lim A Boy 提供的1888元现金奖，以及这个水晶讲座1杯，水晶奖杯1座，水晶奖杯1座，还有价值599元的 Wasuka， 这个麦克风系统是由 Gyohing Trading 赞助的，以及由潘秀霞老师所赞助的价值1600元的太和池健康水仪1台。好，到底季军是谁呢？有3位：张晴雯、王琳达、蔡慧芳。到底第3名花落谁家？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3名季军就是蔡慧芳。恭喜你！首先呢，我们要请出的颁奖人就是这个数码所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他同样是给200元现金，对不对？200元现金，还有100元的这个床褥礼券，跟50元的数码锁礼券，对不对？呀，还有一个数码锁，价值好几百块的，哇！谢谢 Ron。好，第2我们邀请 Gyohing Trading 老板 Natus3 张养兴 PBM 颁发这个。价值599元的 Wasuka 卡拉 OK System。接下来有请潘秀霞老师送出的价值1600元的太和池健康水仪1台。呜呼，谢谢潘秀霞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有请 Lim A Boy 送出的1888元现金，还有水晶奖杯1座，哇，压杯壶啊哈，这个压不了，不是压杯壶，压不了。好，谢谢，好，恭喜你啊，得到这一届的季军呀，就是我们的蔡慧芳。那么到底冠军是谁呢？
在外面的选手应该很紧张，到底是王琳达还是张晴雯？在过去的表现，王琳达没有说每一期都很高分。这一次来到大决赛，变个头前2名，也是一个奇迹。那过去张晴雯算是拿比较高分的，那这一次就剩下她跟王琳达的 PK。那这2个人到底谁是冠军呢？你们猜啊？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猜一下，是张晴雯还是王琳达呢？所以我现在会先 announce 冠军，但是我们会先颁亚军，好不好？第一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1的冠军就是张晴雯，所以亚军就是王琳达，有请王琳达出场。我不是说先颁亚军吗？来，王琳达。好，我们亚军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字幕。亚军可以获得首先我们请这个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他会送你现金200元，然后一个价值几百块的数码锁，还有100元的床褥礼券跟50元的数码锁礼券。谢谢 Ron。好，接下来有请 Gilhin Trading 老板，他要送给你的是价值799的 Wasuka 这个卡拉 OK 系统，还有现在有请潘秀霞老师来赠送给您1600元的太和池健康水仪。谢谢潘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 Lim Ah Boy 来出场，他送上2888元的现金以及水晶奖杯一座。OK， 好，那王琳达一定觉得很 surprise， 我没有准备卖给你但是我是觉得你的心情一定很激动，很 surprise， 因为一路来你的表现都没有说是那一场最高分，从来没有念到你是最高分，但是到了最后，你的表现会这么的杰出所以你是我们这一次比赛的黑马，恭喜你，恭喜恭喜！好，谢谢您的参加。好的，来到冠军，我们请冠军出场啦，张晴雯。等一下，准备一个麦克风给他，好吧？好，冠军可以获得怎么样的奖金奖品呢？首先我们请 Ron My Digital Lock 赠送200元现金，还有价值数百元的 Digital Lock， 以及100元的床褥礼券和50元的数码锁的礼券，谢谢。接下来就是 Gilhin Trading 老板送给你价值1399元的 Wasuka 卡拉 OK 音响系统，还有潘秀霞老师的1600元太和池健康水仪1台，谢谢潘老师。还有我们的 Lim Ah Boy 3888元现金和水晶奖杯一座。好，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张晴雯，获得冠军，有什么话要说？很激动是吗？对。所以从初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冠军？其实真的没有，就是想说来享受这个舞台。然后我所说的从来没有比过那个台语歌唱比赛。所以很庆幸我可以拿3甲之内。所以很开心。对，那是也谢谢 Mr. Lim 给予我们这个机会，谢谢老师。
所以谢谢我们的 sponsor， 谢谢建明大哥。你要谢谢所有的评判。对，我说谢谢所有的老师。是，也要谢谢你自己有这样的功力。谢谢。OK， 开心吗？开心。开心。有一点小紧张，紧张过我在台上唱歌。是的，是的。呀，现在是我们的节目，很多人看的，万众瞩目啊！对，全世界都在看。是，你是新出炉的闽南语歌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以为是歌王，结果没有，是来了一个歌后。好，恭喜你！谢谢，谢谢建明大哥。希望你接下来继续为闽南语歌唱文化发光发热。一定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好，在这里我要先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Doing Trading 张兴贸易这个 Not3 张养兴 PBM， 有没有谢谢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Mr. Ron， 我要谢谢潘秀霞老师那么我要谢谢帮助我们直播的立新网络直播台的陈志伟先生，我要谢谢所有。这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没有你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举办。当然更要谢谢观众你们有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收视率，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办第2届。所以今天的大决赛可以说是圆满结束了。呀！等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奖还没有颁。有吗？冠军都颁完了。特别的大奖，特别的大奖，对。颁给谁？哇，我看你今晚你几十年的做主持的功力今天你是最紧张的真的。有压力，有压力因为整个流程比较复杂一点对，所以我是一个贯穿全场的人，所以我的压力最大，我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对，还听说呢，马来西亚中国报。也帮你直播，很多台都帮你直播。我们要谢谢马来西亚中国报的平台帮我们直播嘞，谢谢。礼尚往来是。你们也帮他们筹款嘛？对。你们也帮马来西亚筹款。是。这是礼尚往来。今晚要颁的特别奖，颁给谁？那也是第1的也是冠军来的。也是冠军了。对。所以哪里？就是颁给你，陈大哥。我自己特别设定的。由我自己设定的，我设定了一个大红包，颁给今晚最特别的人，最特别的奖，今晚的最大的奖。谢谢。3888了，哇，真的，感恩今晚这个真的就由你想出来福建歌曲比赛，不然新加坡人真的太多年没有机会再唱，是，所以今晚这个奖一定要颁给你。是，真的，我替我女儿感谢你3个月的奶粉钱谢谢，真的多亏了你新加坡才有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在唱。我要多亏你没有你的全力后面支持，我们也举办不了。好，我们谢谢林马 boy， 谢谢林马 boy， 希望明年能举办得更成功。对，明年谢谢更大型的对，我们明年见。好，谢谢。感恩，拍个照。花的，天on花的，谢谢林老板，明年见，谢谢林老板，感恩，好，明年见，您别跑，我们一起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疫情期间记得常洗手、戴口罩，1米距离，拜拜，谢谢。